但要取用一回囡仔互年母苦毒死亡这个案件，引起社会上民众愤怒。针对卫福律儿童福利联盟因的欠点，卫福部和教育部即马有公布联合稽查结果，提出取用必要性的评估无够认真，而且因内部的监督嘛有欠点，一共有7项缺失。即马因是要求儿童福利联盟要伫2礼拜内提出检讨报告。一岁查甫囡仔疑似互入名转介的义务苦毒死，卫福部甲教育部联合邀请10名外部专家有15人，联合查核入名的会务债务甲受处用业务，盘点出包括处用评估进程度不足、媒合过程无达到外部意见、社工人员无充足教育训练、内部监督欠点的7项重大欠点。一般我们来讲，出养必要性的评估，担心是说自己的看法会比较主观嘛，所以如果是讨论的人员比较多，共同决策的话，这个机制就会比较完整，避免由社工跟督导做主观的判断。因为里面是文教基金会教育部认为，当时虽然是无薪水、无领车马费，也毋过甲其他的 NGO 团体合作办理日后相关业务的时，部分当时爱回避却无回避，个检察人为112年了后，都无各选品，未当发挥内部监督机制。未有专任或兼任稽核人员执行内部稽核书面记录，且控制作业未涵盖所有作业面向。此外，自110年后未选聘监察人，以致未能发挥内部监督之机制及功能。对相关单位要求入名2礼拜内提出检讨改善报告，里面强调会积极提出改善报告内容甲方向日期对外说明。因为我们也是昨天晚上才收到卫福部的声明，因为教育部的声明也才刚出来。我想儿盟现在就是会针对这些大家提出来的缺失，在2周内来提交改善的计划。另外，南委王友斌证实，入名董事教育部已经去函，要求入名30天内报示新董事。那执行长人选还未出来，记者综合报道。